周瑜要求3天內交10萬箭，諸葛亮冷靜應下，暗藏智慧。諸葛亮請魯肅準備草船與稻草人，農務天氣實施計劃。清晨農務中，草船逼近曹營，製造進攻假象吸引敵軍注意。曹操誤判形勢，命士兵萬箭齊發，草船成功收集箭矢。草船插滿箭矢返航，諸葛亮完成任務，士兵們欣喜不已。周瑜見諸葛亮借箭成功，驚嘆其智慧，無奈承認自己輸了。